3月7日妇女节，红帽仔协会伫咧台北嘅国家妇女馆推出记录女性过事嘅故事展《阿嬷的歌》，透过访谈看无共时代女性对过事嘅想法甲记忆，嘛了解到身体甲性别议题。 伫布的顶悬写各种对过事的祝福，无讲你可能唔知，这是阿嬷迄辈古早时咧用的纱布。那我们去采访了阿嬷们呢，她们可能60多年前用的东西，就像是这种用破衣裤做成的布，那它叫做月事带或者是月经布。 红帽仔协会开一档的时间，访谈几来阿嬷甲因的查某囝孙，记录3代甚至4代女性的生命故事，用台文、华文相谈，探讨因对过事的理解甲记忆。有阿嬷讲到过去的时代，过事真无方便，嘛惊人知。 其实我们一开始去访问他们，他们都有点抗拒，就会说：“哦，这做拍摄，这是这更小的代志，那也是在讲。”可是我们会发现，月经这件事情，其实跟着阿嬷们经历了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。红帽仔协会表示，这头家记录阿嬷过事的故事展，冒出册，除了要互女性更加了解家己甲身体的关系，嘛希望大家关注性别、身体议题。记者陈嘉文、李学凯采访报道。